嚟到節目嘅最後啦，我想再一次強調重申，各位觀眾係應該去 focus 土地用途呢4個字。佢哋本身既然係一塊農地，你就只可以做翻農業嘅用途例如去耕田啊。你點可以一直以嚟咁耐係用呢塊農地去做一啲非法嘅商業活動去揾錢呢？唔係唔合規啊，係直情唔合法啊！一路以嚟好多嘅有土地使用權嘅人嘅公司，全部都係老老實實遵規守矩遵規守矩去遵守呢一個嘅遊戲規則。地產商、發展商都唔會去做啲咁嘅嘢。點解你可以啊？點解你哋呢班上水地主你哋咁犀利啊？黑社會大晒啊！有錢有權有勢大晒啊！可以隻手遮天？你真係無法無天，不知所謂。今日好希望香港政府同埋地政處係能夠去嚴正執法，嚴厲打擊呢啲咁嘅黑惡勢力，利用一塊農地去搞商業活動嚴重破壞呢一個遊戲規則。同埋其實有咩事，佢哋冇保險，冇任何嘅消防設備，有咩意外點算啊？生命嚟㗎，係嘛？好希望大家一齊去合力去舉報佢哋呢一間仲有搞僭建啊！哇！真係佢哋做嘅衰嘢真係多到不斷係咁樣欺壓我哋啲平民百姓，係嘛？幾多香港市民係好窮，但係窮得嚟有骨氣，唔會去偷，唔會去搶一日打幾份工，瞓邊度啊？瞓劏房，瞓天橋底，瞓麥當勞。你哋呢班有錢人有錢就以為可以為所欲為，係嘛？買一塊所謂嘅農地之後，唔知搞啲乜嘢非法嘅活動，我唔知啦。然之後再去壓榨我哋窮人，壓榨我哋平民百姓，甚至乎你哋嘅行為其實係呃錢啊！你口口聲聲啱啱嗰位小姐話有相關嘅文件係證明你哋係完全係合法合規，你係詐騙緊我哋啊！咁所以如果各位觀眾仲想了解更加多詳盡嘅資訊，佢哋呢一間咁嘅黑惡勢力、垃圾嘅婚禮公司做嘅衰嘢，可以去我 YouTube channel 呢條片下面嘅呢條 link 撳入去睇下。我係你哋正義嘅使者，張開西望主持人，天水圍墮天地獄獸，流馬車嚟緊，仲會一連串嘅行動去為公義發聲，義不容辭，刻不容緩。